免问题，将要不客栈，恁客栈什么话？行有名的途中，恁客栈什么话？到面的面讲来电，以中年内夜望真爱。哦店，面冷面，讲来电以中年内，来电也中年内，夜望真爱，夜望真爱。哦店，面冷面，讲来电以中年内夜望真爱。哦店面冷面，哦店那些面冷面，那些年轻人能忍，他是一个能忍，他能得很。面冷面讲来电以中年内夜望真爱，我就听够了。哦店面冷面讲来电以中年内夜望真爱。要做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